来到苗栗头份流东社区，传统客家茅草屋让人眼睛为之一亮。当初这里可是废弃的养猪寮舍，后来在社区老人家带领下，大家一起投入盖屋，才让在地传统农村建筑重现眼前。有几个比较资深、比较年老的老人家，他还记得过去的工法，好，他们带头，然后有我们这些年轻人来协助，用茅草来盖我们这种房子啊哈，2个栋后，让我们的后面的子孙他不会忘记过去好的生活的传统方法。别小看屋顶上的茅草，从拔草到铺排，每个步骤都是学问。17、8岁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就会教我们了。9月份过了，那个风打过了，到10月了，就可以拔了。这个才有这么老啊！要确保茅草屋顶不被风吹走，老人家说，关键就在茅草，必须连根拔起。这脚一踏，它就会跑过来了。哦，是有头，它这个头啊可以抵得住。说起传统农村建筑，每个人很骄傲，像是客家传统边夹泥墙，里头也大有玄机。它里面有竹片嘛，竹片劈开来，然后两边用泥土去敷，泥土浇那个抽空啊，那个骨壳就对了。从前住过的房子呢，我现在重新盖起来，我感觉到很好。用废弃建材还原传统农村建筑，居民们努力费心，把几乎要失传的古法保存下来，让现代客庄更蕴含了在地的历史情感。上课喽！亚基同學，亞基同學，亞基同學。